彩石邨呢套3到4人單位間2房嘅案例完工了，感興趣嘅街坊快嚟睇睇啦！入戶到頂鞋櫃連玻璃展示區，燈帶加開放格設計，收納展示2唔誤，入戶位置瞬間整潔又有質感。客廳滿牆電視櫃、上吊櫃、下地櫃加玻璃展示櫃，收納展示一次過晒。嚟睇睇兒童房，上下床設計，爬梯上下床，擋板保證安全。左側係上櫃下書台加通頂衣物收納櫃一體嘅設計，收納、學習、瞓覺樣樣齊全。兒童房嘅房門我哋係用嘅係霧面玻璃吊趟門。嗱，最後尾睇睇主人房啦。主人房放置地台床，增加收納空間。左側係書台加通頂衣櫃一體嘅設計，開放格可以放文具、書籍，唔浪費一絲空間。咁嘅裝修符合你嘅心意嗎？我哋呢度有多款實用又靚嘅設計，任你揀，幫你合理利用每一寸空間。感興趣嘅街坊隨時後台 PM 我啦。